上過奇門遁甲班嘅同學，又或者咧對奇門遁甲有基本認識嘅朋友，成日都會問天干入戊係代表咩意思呢？同埋邊啲天干落邊啲宮位好難去記，究竟用咩方法最容易去記得呢？我一次過用最簡單同埋直接嘅方法教晒俾大家。首先奇門遁甲系統中10個天干入戊嘅宮位，只會出現喺4豫卦嘅宮位裏面，亦即係乾、坤、艮、巽呢4個宮位。咁點解又只會係呢4個宮位裏面呢？原因在於奇門遁甲盤局中呢8個宮位同時可以配上12個地支，而且呢12個地支配嘅宮位亦都有一個固定嘅軌跡。例如子就配坎宮，丑同埋寅就配艮宮，卯就配震宮，一直到戌同亥就配乾宮，如此類推。大家可以見到乾、坤、艮、巽呢4個宮位各自都配到2個地支㗎，而且當中嘅辰、戌、丑、未，亦即係我哋成日講嘅4大武庫。呢4大武庫嘅五行都係屬土，所以既然講得入戊嘅話，入戊就一定同土有關啦，而且一定只會同呢4個地支有關。至於10個天干各自落喺邊個宮位先至叫做入戊呢？大家又可以再睇下呢個表。可以見到啦，巽宮同埋坤宮各自都有2個天干出現咗入戊嘅情況。而乾宮同埋艮宮就各自有3個天干出現入戊嘅情況。可能你又會問點解要咁樣排呢？如果大家熟悉長生12辰呢個系統嘅話就會知道呢10個天干各自對應12長生中戊呢個階段。可以發現啦，全部都係頭先講嘅辰、戌、丑、未呢4個地支，亦即係4大武庫。所以簡單舉個例，天干月對應呢個表嘅戊位就出現咗喺乾宮嘅戌位，而天干嘅丙同埋戊對應呢個表嘅戊位同樣都係出現喺乾宮嘅戌位，所以月、丙、戊落喺乾宮就係處於入戊嘅狀態啦。心水清嘅朋友會見到月木總共出現咗2次，而且分別出現咗喺坤宮同埋乾宮。其實原因在於奇門遁甲中甲天干係會隱遁咗，而天干月同甲嘅五行同樣都係屬木，甲木對照長生12辰嘅戊位會由月木做咗代表，所以月木就會出現咗喺呢2個宮位裏面啦。好啦，點樣可以再容易記啲呢？我用咗天干嘅五行生剋法則嚟同大家講。就好似天干申同埋壬落喺巽宮裏面就處於入戊嘅狀態。如果細心留意嘅話申係屬金，壬就屬水，佢哋五行係有一種相生嘅特性喺度。又好似啦，乾宮咁，天干月、丙同埋戊，月就屬木，丙就屬火，戊就屬土，佢哋五行都係一種相生嘅特質。其餘2個宮位都係有呢種相生嘅特性。呢個方法唔使死背，睇盤嗰陣望一望宮位裏面五行嘅流向，就會知道邊個入戊啦。好啦，最後天干入戊又代表咩意思呢？其實入戊代表咗事物被收藏、被限制，狀態唔明朗，外人睇唔清入面點樣變化，能量會大幅減弱。一般以100% 嚟計嘅話入戊大約只係剩翻20% 左右。另外亦都可以理解一個人冇乜精神，做事拖延啦，機會未到，平台又唔啱，佢嘅能量就好似發揮唔到出嚟咁樣。新一季嘅奇門遁甲、玄空飛星風水同埋八字命理嘅課程，啱啱就接受報名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記得留意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嘅公佈，仲可以 WhatsApp 查詢㗎。